超轻风台升等红头树到达已经是第7天，经过台电抢修，昨暝11点全岛恢复送电。不过，这阵要征收民众的徛家，煞找无水电甲建筑的师傅，目前等咧招4天到3天。政府嘛规划募捐，要补助居民买建材。超过17级的强风将南市居民厝内的门规个吹走，风台过了后，规个南市街路居民的厝毋是风吹倒，就是厝顶风吹走。民家厝受损的情况真严重，全岛2000多户，会当讲一半受损。这个受损的程度都不一样了，看起来一半的住户都有多多少少的受损害。初到暗，台电已经抢通全岛电力，港口也清楚航道恢复海上交通。乡长讲，即马岛上也咧清理在后山上的粪扫，根本无能力会当修善厝。台东县政府表示，已经向劳动部通报南市需要修善厝的人力需求，同时招募协助加收入户修善厝的职工，需要的材料费用在1个开立拨款口子，提供各界捐款协助南市受灾居民重建家园。那至于这个灾后零工的部分，我们也会将核定之后的及时讯息会公告。那就业服务中心也会协助来做这个灾后零工的招募。开设专户的这个部分呢，我们目前也正在跟乡公所那边联系接洽中。台东县政府表示，已经提供南市受灾户每户5000个吉兰慰问金，也毋过乡公所估计，包括渔船损失甲民家需要的重建经费，可能达到1亿，需要各界斗3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